我一个人对付顾西城不行，你得帮我。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吗？你在顾家人面前表现得太好了，他们根本看不见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们都讨厌。 还不睡啊？还不困。你是不是这2天心情不好？我没有啊。哦。我听奶奶说，你今天跟露露吵了一架。啊，那是因为露露今天地板没有拖干净。那肯定是特别不干净。这帮人呢，就是因为跟我和奶奶太熟了，所以有时候会偷懒。你今天骂得好，这样他下次就不会偷懒了。不过呢，你是顾家的少夫人，跟下人吵架，确实有失身份。下次有什么事儿啊，让方叔去教训他们，免得气坏了身子。你说对吧？你就没有觉得我今天不应该发脾气吗？没有啊，既然你发脾气，就说明他们做的很不对。我看你这2天心情有些不好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我没有啊。行，等你想说的时候，你再告诉我。我先休息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
锦溪，来坐下吃饭。哦，奶奶，您吃三明治啊？锦溪，你今天怎么没给大家做五谷养生粥啊？想吃粥自己做去，干嘛使唤我呀？我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。没人惹到你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啊，是不是没睡好啊？我睡得可好了，就是看不惯你这副大少爷的嘴脸。我是你老婆，没说要当兼职佣人吧？贺锦溪，怎么回事？好好说话。凭什么你想吃我就得给你做呀？别说我今天不做了，从今天以后我全都不做了。行，不做就不做，也没人逼着你做。你怎么说话了？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谁无理取闹了？你把我当佣人用，我还不能生气了是不是？够了！因为我昨天批评了你，你对我不满了是吧？哪儿能啊！顾家的老夫人，您说什么都对。你还顶嘴？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说话有问题，惹到他了，跟您没关系。来，吃饭吃饭啊！顾西城，别给我在这装好人啊！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。奶奶，奶奶对不起。贺锦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想吵架是不是？我吃饱了。奶奶，锦溪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有你什么事儿？看样子他们小夫妻俩是吵架了，没事儿，过会儿我去劝劝就好了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我是管不了了。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呀？这样的企划案也拿过来唬我？你要是不行，提早换人。嘛呢？啊，发那么大脾气，至于吗？啊？你说，我大学时候做的企划案都比这个好。不就是个企划案吗？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不至于吧？是不是最近家庭生活不和谐啊？行了，别扯了啊！我叫你来啊，是有件事问你。你对这个女人啊，比我了解。你说，女人要是无缘无故的大发脾气，那是为什么？女人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不是大姨妈来了，就是大姨妈在来的路上。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对她的关心、关照、关怀 ，take care。怎么关心呢？买东西呀，宝贝儿。买什么东西啊？包啊，包。包治百病。可是她不喜欢这些东西啊。Oh my god， 兄弟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了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自求多福吧。等于没说。